All my friends just wanna be famous, living life with a lot of time wasted. I choose you, you're what's missing. I choose you, now I'm different. Everyone's saying that I'm crazy, good thinking I got who made me. So let them talk, it don't faze me. I'm gonna give you all my praises. Oh,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for you. Nothing in the world that you couldn't get me through. Eve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 can rest assured that you holding to me tight. Yeah, you're better than the numbers, better than the fame. Lord, take my stuff, it ain't better than your name. Oh, one thing is true, I was made to worship you. All my friends just wanna be famous, living life with a lot of time wasted. I choose you, you're what's missing. I choose you, now I'm different. Everyone's saying that I'm crazy, good thing then I got who made me. So let them talk, it don't faze me. I'm gonna give you all my praises. It's different now. I got a million reasons to be loud. All creation make a joyful sound. Let every breath sing his praises out. And I praise him now, cause one thing is true, I was made. 各位兄弟平安，礼拜伫要开始了吼，咱请咱来准备心，将咱的手机关起来，伫会堂内底嘛，毋好来食物件、啉水，请咱准备心。I'm crazy, good thing then I got who made me. So let them talk, it don't faze me. I'm gonna give you all my praises. I give you my praises. I'm giving my praises up to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今仔日转来到伫上帝的圣殿，这是上水的所在。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透过伊的死跟活，互咱世间人领受伊的救恩。在座的你甲我，拢是主耶稣甲咱救倒转来，所以互咱会当来到伫伊的圣殿、伊的面前，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伊。阿门吗？阿门。特别今仔日是感恩节，咱看见台仔顶遮的水果充足，真正丰富，这就是上帝赏赐咱台湾一个真水的土地，互咱伫遮享受。为什么上帝要赏赐这么济的五谷果子伫咱的台湾？因为上帝听咱台湾人，阿门。阿门。听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咱是堪得伊听，伊看咱做宝贝。所以这个时，咱要来敬拜伊。伫感恩节的时阵，用一个真正真实的心来向伊献上感恩。兄弟，请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去咱的享受，咱来欢迎圣神踮伫内住伫咱的内面，互咱的敬拜充满着主的快乐甲稳定。咱的享受举起的时，所代表就是讲圣神，我较无你，你来充满我。我是空空的，我是卑微的，请你来充满我。哈利路亚！咱对牧师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哈你。利路亚，哈利路亚。有特别久的时间，你甲圣神祈祷，甲主祈祷。互伊的智慧，互伊的平安、喜乐，拢藏伫你的内面，就是要互你来开俄乐的嘴，来感谢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只是开嘴，咱来学习主要所教是咱的祈祷，咱三甲来祈祷讲来，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你的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
免。咱来甲隔壁的来甲伊讲，咱今日要大声俄勒主，阿免来。咱今仔日要大声俄勒主，佮甲伊讲，荣耀归伫主，荣耀归伫主。阿免阿哈利免路。亚！咱今仔日做伙用咱喜乐的心来学乐咱的上帝，因为今仔日是感恩节，咱就做伙来颂效咱上帝予咱的恩典。阿免吗？阿免。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因传，无论风雨也平静，伊拢在做伴。咱着照亮你的阮，日日的有存，五彩的橄榄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请大家人，咱做伙跳舞来学乐咱的主。天父恩典真正大，日日在因传，无论风雨也变晴，伊拢在做伴。咱着照亮伊的阮，日日的有存，五彩的橄榄变正欢喜。欢乐变福气，伊直开因传，予人阮的拢无算，开咱的心宽，平安福气有遮尼大，咱着学乐，开声吟诗，古天地拢总三工欢喜。声献给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甲咱边仔的人甲伊讲，你跳舞有够好看的，跳舞够好看。感谢主，哈利路亚！伫今仔日，咱要做伙用诗歌来学乐咱的上帝，是因为伊看得咱的学乐，阿免吗？阿免，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拍鼓啊！心学乐上帝，主人永远会变，天地万物三甲平常，学乐伊断出名，
手边的兄弟姐妹先来唱，请我心爱了上帝，主来引我的命，一地万米三甲金城，哦，乐意大出名，咱做伙来唱。如把山河追踪，高雄大海观山，黑冰一段段灵英光，亲爱公义。一查到手边的人来唱，我心爱路上帝，世间情人的病，空中会照应时出声，哦，乐意多。咱做来吟诗，哈利路亚。水草无枝水，花花开一结水，一光就来了，风吹来，风披大情。啊，咱举起咱的双手来唱。山河追踪，高雄大海观山，黑冰一大段灵英光，亲爱公义交真，日子草无枝水，花开开一结水，一光就来凉风吹来，风披大情爱，一光就来凉风吹来，风披大情爱。咱搁一摆将头发声献给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有主来掌管咱的性命，所以互咱每一个人身躯拢健康，阿门吗？阿门阿门，哈利路亚。主是咱的牧者，所以当咱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伊的时，咱相信上帝会大大来祝福咱每一个人，阿门，阿门。是我的好食历史回应，每一个季节应听因传。你是供应者的新君王，你是我快乐庄园。伫关山，我要学落伫山高。我也学了，我无惊险，无搁惊险，有你甲我担惊。你对着面前摆世上，有你的同在，我毋惊灾害。恩典甲慈悲拢阮对我，对那高永永远远。伫关山，我要学落伫山高，我也学落，我无惊险，无搁惊险，有你甲我。邀请咱每一人举起咱的双手来唱。伫关山，我要学落伫山高，我也学落，我无惊险，无搁惊险，有你甲我担惊。
伫山谷，不管伫倒一个所在，有主会听，互咱无惊吓，无搁惊吓。阿门。阿门。咱就是因为主上帝耶稣基督迄个国外的溃烂，互咱伫任何的环境拢无惊吓。虽拄着患难，总是咱有缘徛在。阿门。这是咱的心灵得到健康。咱感谢主，互咱伫今年伫咱的家庭，检查咱毋是今年就赚真大笔的钱，今年有得到什么款的好事，总是咱知伫行到今仔日，上帝伊就将伊的福气已经赏赐予咱，所以咱今仔日的主题是，咱请明。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牧师问咱，上帝对你有好无？大声讲阿门，阿门。好亲像无够好，上帝对你有好无？阿门，阿门。上帝有疼你无？阿门。哇，我看到一群的军队哦，唔是看到一群60岁、70岁的老人，唔是，是看到一队的军队。因为咱知对上帝遐来，上帝对咱好，上帝疼咱。上帝医治咱，上帝笑咱，阿门。甲隔壁的人，你甲伊讲，你是上帝。注意伊的喜乐，咱会当互伫生活的平安内面，每一日拢有喜乐每一日拢会当存着感恩的心，伫上帝的面前感谢主。今仔日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就会来思考唯一个需要的，就是圣经，就是圣经。当然，等下牧师要有一点仔时间，互咱大家来最少讲一件伫今年内面你感觉上解感恩的事哦。等下吼，伫牧师讲到较尾时阵吼，所以要互咱有寡时间想一下，想过去一年上帝安怎特别的恩待迄个美妙的故事嘛，等下用1分钟会当甲隔壁的人，咱做伙来分享。我想。咱用对嘴讲出来的感恩是更较实际，对吧？所以也对嘴讲出来感恩，就是一个上界水的一个见证哦。好，牧师要继续来讲来阮去到德国马丁路德的路站吼，这是过去咱已经行到遮哦，佮过来咱要看的就是阮来到伫莱比锡的时阵伫迄带遐有去到伫叫做圣托马斯教堂圣托马斯其实就是圣多马啦，这是因为迄是天主教的翻译所以叫托马斯其实咱翻译就是多马所以多马的教堂然后阮来到伫这埃尔富特这搭遮埃尔福特这搭遮，阮有去一个真重要的奥古斯丁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就是马丁路德少年的时阵伊献身的一个所在所以阮有去到遐来看然后阮嘛有去到伫修讲去到伫一个所在叫做圣玛丽教堂其实叫做玛利亚的教堂啦，用号玛利亚的名教堂这间教堂嘛是真特别、真水、真东方马丁路德就是伫迄搭遐对修道院了然后受差派去到伫迄个教堂遐来正做设立做神父开始伊的服侍当然后来咱知影伊就专心伫大学来教册，因为伊是神学的博士所以阮有去到伫迄个所在来看第8天阮就来到伫艾森豪赫艾森纳赫的所在艾森纳赫嘛是一个真重要就是马丁路德用少年的时阵，大概的时间成年了的时间，拢差不多是伫艾森纳赫艾森纳赫其实是伊14岁的时阵，等下牧师嘛讲到，14岁的时阵，因老爸老母送伊到遮来读列丁语的学校
迄间立中武的学校真有名，伊就是伫迄搭遐来准备读立中武了后，即个学习真好，成绩真好了，就考入当地上界有名的一个大学吼，开始伫迄搭遐伊的学术的研究。搁过来，我嘛去到伫罗德的一个伊大的所在，吼，然后嘛去到伊叫做一个巴哈咱的音乐之父巴哈伊大的所在，遐拢真，因即马拢真做纪念馆。所以伫遮个路径内面，互我更较深深去体会到上帝有一个真奇妙的带领，来互阮去经历马丁路德伊当当时对天主教所提出遮个一直信仰甲真理的反省内面，怎样来看见迄个亮光来帮助教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吼。所以这就是多马的教会吼。圣多马斯教会嘛真特别，就是这间教会就是罗德马丁伊伫1939年的时阵，五旬节就是圣神降临节的时阵，伫即大家来讲道吼。100年后，咱的音乐之父巴哈伊嘛伫即间教会服侍哦，伊伫即间教会做圣歌队诗班的指挥，拢总伫遐服侍23年久。伊写真济教会的音乐，拢是伫即段时间伫即间教会来写出吼，所以是真特别。阮有机会，佫入去到伫内面来看吼，其实迄天是无开放的，拄好因聚会了，因的教堂的管理员看到阮的诚意，就互阮入去看一下吼，嘛看见巴哈伊的坟墓就是伫教堂，伫即个圣殿的即台前吼，去搭遐埋葬伫迄搭遐吼，所以这就是奥古斯丁马丁路德伫1905年到1511年有6年，即大家修道就真做修士吼，然后较去到伫迄个玛利亚的教堂迄搭遐真做神父吼，这是真水阮入去内面看伊遮有一个真特别，就是讲你若是来参观的，就是到遮尔，袂当行去你迄个楼梯的顶面，吼。你若行去你楼梯的顶面，就表示讲你愿意要做修士，吼。毋是讲你要入去做修士就会使哦，伊爱甲你考试，甲你检验，一年久，伊若佫甲你讲，甲你问了后，你若因感觉好，你若讲要继续伫迄搭遐来修道，你较会当正式做修士吼。所以伊甲伊讲，恁遮娶某若要去嘛会使啦，吼。所以阮就干那上这为人到楼梯中迄搭遐翕相，就无去你到顶面甲人打扰着吼。即间真大间哦，吼，占平真大，这拢是伊的内面，阮拢干那行过尔吼。毋过伫迄搭遐就去到伫因的礼拜堂的所在。伫即个礼拜堂内面，即个导游就甲阮讲当时马丁路德常常坐伫即个会堂的中间，会场的中间来眺望遮个彩绘玻璃。伊透过遮个彩绘玻璃每一个即个玻璃即个所用出来遮个相互伊去思考反省。伊深深去感觉讲过去伊有真济犯罪。伊感觉讲伊真后悔所以伊一直要来得到即个罪的赦免来苦行来互家己会当拍家己到忝忝总是伊感觉迄个罪也是无法度得到讨放所以咱就知影伊伫即个修道院内面用遐济时间伫敲找，期待伊真正找到迄个会当罪过得到完全赦免。迄个重担会当得到完全放离的一个方法，这是伊伫即个修道院的时阵真努力做的一件代志吼。所以阮伫迄搭遐嘛有看到，嘛互阮会当去因为知阮是牧师，互阮会当去迄个讲台的所在，伫迄搭遐做一个纪念吼。然后这就是圣玛利亚的主教的祭堂。什么叫做主教的祭堂呢？主教的祭堂就是讲，即区若是一个教区有一个主教吼，伫即个教区内面，因就去敲找伫因的天主教
上介有历史、上介大经、上介有纪念性的一个教会，因叫做教堂。安尼呢，就是主教，若是来担任主教的，伊就爱去伫即间教会来主持即间教会的所有的服侍，安尼吼。所以阮去到伫即个所在，感觉哇，这是一个真水、真东方的一个教堂吼。所以咱看罗德马丁伊一只车来暗立做神父伫迄搭遐来服侍。这是伊所行过的一个脚迹，互阮会当看见吼。然后阮有去到伫瓦特堡，这是一个城堡吼。然后这个嘛是真特别，就是讲罗德马丁伊当时提出这个95条的论说了后来这个天主教感觉伊受威胁，所以伊伫1521年的时阵有一个叫做沃姆斯的会议。伫迄个会议真重要，等下我卖讲吼。伊了后，人就朋友就甲伊投藏伫即个城堡内面。伊伫迄搭遐用别个名，伫迄搭遐稳藏起来10个月。总是伊伫即个所在，上帝互伊有智慧哦。伊用10礼拜的时间，将新约对对希腊文翻译做德文，10礼拜有够厉害，10礼拜哇！所以因为伊安尼翻译了后，就互圣经拢会当互所谓平信徒，大家拢会当来读，这是一个真重要，对天主教到新教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就是伊当时咧审批人皇帝甲伊掠的时阵，人甲伊送到即个瓦特堡，伊的册房伊的册房就是即马佫保留条咧，嘛是一个真好的纪念。这就是瓦特堡顶面的一个，嘛是算咧一个礼拜堂。到现在，佫有真济有名的一个乐团，管弦乐团，拢佫会去大家来演奏，是真东方的一个所在。阮来到艾森纳赫，即间就是巴哈的厝，巴哈伊住伫即个黄色的即个厝。所在隔壁就是伊的纪念馆、博物馆，有伊的雕像就是伫隔壁，这是巴哈甲迄个马丁路德因差100年啦，即间就是路德的厝，即间的厝叫做路德街第8号，嘛真特别，就是上帝互伊来到伫因老爸老母甲送伊到伊的老母的故乡的时阵，伊当得到人的帮衬，就住伫即个厝这是等下咱佫会当看见。即间就是伊的厝边一间教堂，叫做圣乔治教堂。少年的罗德马丁拢伫即只聚会，嘛参加诗班，嘛家己做诗班的乐团，就亲像咱的敬拜团安尼伊伫即只有用真长的时间，伫即只生活。大汉的时阵，伊嘛是佫继续伫即只。所以咱就看见，伫伊对1517年10月31提出即个95条的论纲了后，然后到1525年了后伊所有的这个论述，伫伊所徛起即个所在，得到真大的响应。无论伫宗教、伫政治内面，拢得到真大的一个响应所以这嘛是一个真重要。咱称伊做路德的家，就是因为伊影响即个地方，即个叫做即个州真大的一个过去所以咱感谢主，等阮看囝的过去的时阵，有一天咱若有机会去，你就会讲这牧师有讲过对无？也是讲伫即个看电影的时阵，当时会看到阮最近当时若看电影看到，这就是对，这就是对哇，就感觉记忆真清楚，嘛知影行过一定有留落这个脚迹，透过这个脚迹，拢在讲历史，嘛在见证上帝所以咱亲像咱永光教会51年、52年过去的历史，拢嘛是在写上帝怎样会带领甲恩待。当少年人起来时阵，佮回顾过去的历史的时阵，因就知影这是上帝掌权祝福的所在。阿门。所以
你永远拢在创造历史哦，阿门。哈，你所建立的基业、的信仰服侍，拢是在写历史，要互后来的人更较知影，有一位真国外的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是咱所为瓦靠的哈。好，搁过来牧师就要继续甲咱做伙来思考，伫罗德马丁所写的《论基督徒的自由》我提出这个因信称义头前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论述，就是上帝的道，就是圣经，就是唯一的真理。这个论述是真重要哈。所以咱看罗德马丁伊提出95条的这个论述的时阵伊伫家己的笔记内面，伊安尼写讲，我拢唔知影情形，这个情形的下面，上帝带领我做这件代志，做这件代志对天主教来讲，对教皇来讲，有真大的一个威胁甲影响。总是这唔是我的本意，迄唔是伊的本意所以当我在看这95条的论讲的时候，其实伊有真济的这个信仰的内涵佮保持天主教的真济的观念，总是因为伊有提出这了后，有真济的质疑甲伊对话所以伊真正伫这个基督教的教义内面有看见真理，有对圣经来较透彻了解上帝的心意，是因为伊对迄件代志了后，然后伫1518年有一个海德堡的辩论，甲这个神父。甲这政治人物的辩论，甲伫1519年莱比锡有无？拄我有讲，阮伫莱比锡有无？今仔第一站就是莱比锡，有一个大辩论了后，然后路德伊就登去到伫维滕贝格，然后伊开始在写，就来写牧师第一讲就讲，伊有写3张真重要的批信，这3张的批信就正做宣教。就是基督教真重要信仰的基础，唯一圣经，唯一信心，也是讲唯一基督，这个拢是伊真重要的论题。到现在，咱拢是掠这个做基督教的上界基础的一个教义。所以对这个遮，咱就会当来了解。伫迄个后来，伊伫1520年，伊写遐个册，佮真济的小册了，就真。紧印刷出去就分互真济真济人来足欢喜，看到讲原来圣经的真理是安尼，天主教到现在有真济的错误的教导，甲这个法度是无下圣经的所以因为安尼，真济人真意爱看伊的这个册，总是对教皇来讲、教宗来讲迄是伫违背伊的啦，伫背叛伊的。所以教皇真生气伊就下一个命令，一个诏书，讲路德伊就爱60天内一定爱悔改，爱禁止伊所有的论这的物件，无搁发行出去哇！咱就知影历史是安尼甲咱讲，当路德马丁摕着这个诏书的时阵伊一个就甲伊拆去杀，迄伫火来烧。然后伊伫1521年的时阵，教皇利奥14就叫当时的德意志的皇帝叫做查理5世，就爱召开这个沃姆斯的会议。这沃姆斯的会议过去真济会议拢是这个主教，各地的主教、欧洲足济主教做伙来开会议。总是即届沃姆斯的会议，毋是宗教即个领袖尔，包括政治的领袖，就是各地的诸侯嘛来参与伫迄个中间。咱就知影迄个会议是留喺你的心中，意思就是要判路德马丁的罪啦，总是我看历史的时阵，迄个会议毋是1天2天呢，是4个月伫迄搭遐辩论，因为伊是神学家，伊是博士，所以伊有伊真好的朋友。当遐朋友看到伊的论述的时阵，知影讲，路德马丁，你
你的命吼，强强要无去啊。总是因知影讲，这确是真理，吼，所以暗钱拢支持伊，帮赞伊啊。包括一寡诸侯嘛，知影讲，罗德马丁所讲的有影对圣经来，完全拢对圣经来吼。所以罗德马丁最后的时阵，伫迄个辩论的中间，伊就安尼讲，除非用圣经的证据，也是讲无法度辩驳的真理，叫我顺服啦。若无，我袂受着我所引用的我永远就会受着我所引用的圣经的拘束。我的良心就互上帝话所掠条的啦。我无可能来收回任何一句话，因为若是违背良心，就是无安全嘛无正确的。讲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无有别的选择，愿上帝保守我。阿门。哇，这是伫迄个辩论的中间最后所提出的。伊讲啊，我是根据圣经来，除非你用圣经甲我讲，我所提出的这个论述是错误的，若无我袂违背我的良心，因为我的良心是受到圣经的真理所拘束掉的。哇，咱就知影伊是真硬气的人啊！总是因为安尼，等伊迄日的会议了，伊要回去的时阵啊，伊的朋友就安尼暗钱甲伊绑架就甲伊藏伫瓦特堡内面。拄啊，咱有看迄个城堡有无？伊就藏伫迄搭遐过10几天了后，德国的皇帝就宣布罗德伊是一个无听话、固执的一个异端的分子，要甲掠嘛禁止伊所有的刊物来发行哇，咱知罗德马丁就是真正面对着性命的一个威胁。总是咱感谢主，一个掠圣经真理为主的，伊的信仰是纯正的话，上帝就保守伊平安的，很足特别。因为上帝要继续用伊来影响这个世界，所以咱感谢主。咱若对真理来看，咱就会当来分别即这个世界是非，对咱来讲是真明确的。阿门。可能一只的真济即摆的想法论说，也是包括律法咯，可能定的物件已经毋是伫真理内面，嘛已经偏离咱过去所了解的道德的伦理哦。那安尼，咱伫这个社会，咱真做基督徒的，咱要安怎徛起？有可能咱未来，咱若坚持咱的信仰，会真做是一个违法的人。总是咱是要为上帝的法，还是要为人的法？到时阵，这就是一个决定哦。这就是一个决定。牧师所讲的这件代志，有可能真紧就发生。就是求上帝怜悯，教会界嘛拢在努力，望互遐伫违背圣经真理的这个法伫立法院来通过。若是安尼，对咱来讲，咱毋单单基督徒尔，就是非基督徒，伊嘛会面对着真济这个违背伦理道德的一个挑战。所以求上帝保守咱台湾。在看罗德马丁伊为着真理坚持的时阵，咱嘛求上帝提醒咱伫这个世代有缘有不法的事拢在发生。那安尼对咱来讲，是敢若分别出来尔吗？还是咱有缘会当徛伫正义的一方面，会当做啥物无？这就是咱基督徒的良心，甲咱的信心对咱的一个挑战。所以求上帝，互咱有够额的一个相信。咱看罗德马丁伊为虾米坚持真理？因为伊讲教皇所讲的话，也是伫教廷所定的这律例啊，有当时前后拢矛盾啊，对无？这个法就是会改来改去啦。你即改安尼，后改佫改，后改有佫会改无？有可能佫会改。到底我要修对一个法？到底要修对一个修的？这就是人的法啦。人伫这经验内面在修改的时阵，有时有迄个时空的需要，
总是时空变迁的时阵，有可能就是有改变。所以，迄个毋是真理，迄个毋是真理。所以，伊相信只有上帝的道，只有圣经、上帝的话，较是真理，较是咱爱永远接受的。那伫咱的信仰内面，咱就看到咱的教会所坚持的无下上帝，咱勇敢会当讲出来，对无？咱勇敢会当来讨论，若是真正无下上帝，求上帝怜悯，咱来调整，倒转来到伫真理的顶面，才会当成做一个上帝国的车赛，上帝国的大使馆就是教会，会当直接大家做工做业。所以罗德马丁伊安尼讲，只有一件代志，就是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讲基督徒的义甲自由所袂当无的。这件代志就是上帝的圣道，就是基督的福音，嘛是讲就是圣经。只有这件代志啊，所以圣经耶稣嘛是安尼甲咱讲，人活地毋是简单活靠饼，嘛得爱靠，更较需要靠上帝的嘴所讲出一切的话。阿门。所以对于上帝所讲出的，因为伊是关联的，伊是慈爱怜悯的，伊是公义的，伊是永远袂改变的。所以对于上帝所讲出的话，确实袂改变的真理。这就是马丁路德伊真清楚的一件代志。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真做基督徒的，咱看重圣经，因为圣经就是生命的道。我爱相信，我嘛爱有。阿门。是，圣经就是生命的道，你爱相信，你嘛爱有，这是理所当然的哦。所以，愿上帝互咱对这会当更较深深来体会了解。所以诗篇安怎讲？诗人甲咱讲所行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个人就有福气；遵守伊的法度，一心追求伊的，这个人就有福气呢。伊在讲律法。原来这个希伯来文叫做这个妥拉毛翻也叫妥拉是在讲这就是上帝所颁布的一个律法，也是讲法规，也是讲对上帝所讲出来假释的话，特别伫旧约就是在指10条诫，指摩西五经，因为上帝有真明，通互摩西知影要安怎来建造上帝的教会。当时是上帝伊的百姓，所以咱就会当来清楚了解。那安尼，既然咱在讲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是对上帝来的。圣经有真济是有带着命令的一个口气，在甲咱讲，嘛安尼要互咱知影，伊所有对咱有所要求的是甚物？就是顺服啦。咱讲顺就是服嘛，对无？咱对于这个真理，咱若是顺服，就会带来极大的一个福气能力。所以路德马丁伊安尼讲安尼，咱就爱认清楚甲确信哦。讲灵魂欠别的拢无要紧，总是若欠了上帝的道，无上帝的道，灵魂就无法度有所在通去求得到帮助。伊阁讲总是灵魂若有上帝的道，伊就是富足的，无欠缺啥物。因为这个道就是生命的道，就是真理、光明、平安、公义、拯救、喜乐、自由、智慧、能力、稳定、荣耀，以及咱所想象袂到百般好处的道啦。若是安尼，咱就更较深信。路德马丁为什么伊遐坚持上帝的道？这个圣经就是伊了解，咱若有圣经上帝的话语，咱会当拥有所有的。所以保罗嘛安尼讲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伫教示、督责互人归正、带人学义，拢是有利益的，叫属的人得到完全来备办行逐样的好事。阿门。所以这是咱对圣经内面会当看见的。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伫教会为什么咱爱导读，为什么咱爱好好来伫圣经上帝话好好来记条来学习。
因为这就是咱生命的道。咱所甲其他毋是基督徒上介大的差别，就是因为咱有真道，咱有耶稣，因为耶稣甲咱讲，伊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人有借着伊，就袂得无人会当转去到白遐去。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即个感恩节的时阵，咱好好来思考你的生活有圣经无？有上帝话语无？会当有更较济无？我相信愈济就愈得着快乐，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看当时罗德马丁，伊对教廷的腐败提出这个良心的一个忠告，却面对着伊的性命的威胁，面对着伊所有的名声地位，拢完全受剥削去。总是咱看去，伊选择的就是徛伫真理圣经的顶面。所以这是面对着无可能的任务。毋过咱看见，就是因为伊的坚持，上帝就帮助伊。因为伊安尼讲基督奉车来到降世，毋是有啥物别的职务，单单的就是为道的职务。既然发属灵的各样的职分，受调来受这个，为着的嘛，只是要执行道的一个职务啦。所以咱愈认捌上帝的话，愈认捌上帝的道，咱就会当行伫顶面，咱会当执行这个道的快乐，成做正人的一个祝福，成做改变这个社会真重要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诗人安尼甲咱讲，我照着你的教训得到明白，所以我分一切的假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4节到105节。第二节咱拢真清楚对无？第一节遮佫甲咱讲是，咱若找着真道，遐个假道理，咱就看轻伊，因为迄无属的，无属是上帝的嘛，咱嘛无属的因。所以这就是互咱来了解。所以我的人生的宝藏拢伫上帝话语内面。阿门。咱做伙来讲来，我人生的宝藏拢伫上帝话语内面。阿门。所以感谢主。牧师即早去甲这牧长，阮做伙去到伫德国了后，后来阮伫10月18到23，阮就去荷兰，去看金玉师母甲大卫牧师因。然后伫10月23到29，阮就去到伦敦阮就去到伦敦，过来看几场道啦阮去到伦敦就是去看恒宇恒宇伊即马是有法国籍的法国人会当讲伊是法国的音乐家所以伊伫英国的 BBC 广播的交响乐团内面这是伫世界足有名的交响乐团伊伫迄搭遐真做音乐家伊弹的乐器是大波贝斯，足大支的迄个叫做低音大提琴会当用扭的，嘛会当用弹的所以过去伊伫介教会服侍时阵，我就叫伊弹贝斯，因为迄差无偌济毋过伊会更较准伊迄无琴键的伊迄弹了更较准所以感谢主，阮去看着伊真欢喜伊嘛特别安排，互阮去看音乐乐团的一个演奏，因为伊每一礼拜最少有一场的演奏固定是拜5暗。当时会阁加一场，所以一礼拜就2场。我讲恁遐厉害。伊讲嘿阮嘛无啥物在训练就是家己爱练就好。要演奏进前，会知大家来瞧一下，好，安尼就阁转去暗时7点半开始，你7点来3个换换，就上台因为大家拢是世界级的所以伊讲甲法国无共款，若伫法国因的乐团一个月爱几个月前，大家爱练，一直练伫英国讲无共款英国迄个练习的时间，伊感觉讲你就是准备好爱来无搁直接练的啦我讲哇，这真好，这款的态度是真正确是对的2年前伊买一间厝，这间厝是
已经124年啊，124年啊，啊，所以迄间厝内面哇，破破烂烂哇，啊，伊家己家己设计呢，因为伊讲伊伫法国有用3个月去读室内设计啦，3个月我就家己设计啊，然后请工人来的时阵，伊佫会跟工人做伙做，爱甲工人问讲，这是安怎做，要安怎做，然后工人足贵的嘛，对无工人离开了，伊家己做，所以伊用2冬的时间安尼慢慢家己做。你看迄厝伊的厝后壁拢即看起乱七八糟毋过阮去拢足水的你看家己钉即个拄仔的门，就是完全伊家己做的有水无？完全伊家己做的对考察对拢刻安尼拢家己做的，哇！所以我讲伊是音乐家，伊嘛是室内设计，伊嘛工匠，嘛是厨师因为伊少年来咱教会的时阵阮有互青年安排去牧师馆带每一个带偌久？带2工叫做牧家体验营后这少年2个人一组就去牧师馆带2工我要去洗碗切菜，伊讲牧师，我毋捌洗过碗呢，我嘛毋捌切过菜呢。因为阮妈妈甲我讲我是咧学音乐的，所以袂当举刀嘛袂当洗碗。我讲安尼毋过伊去我即摆伫遐偌厉害，你知无？煮一顿饭40分钟就好哇！逐顿煮呢，原摆讲连刀都毋敢举即摆足厉害佫会通做室内设计，佫会当做工匠上帝互伊的性命真济的一个反转伊离开咱台湾18年18年即摆你看，伊用了后是安尼呢，有水无？124年的古迹，即摆哇真水！伊甲一寡物件佫保留比如讲天棚，伊迄茶本来乌噜噜伊甲噜，甲伊抠咧佫甲伊油材料互伊即个原木的色做出来。我讲够水的！壁炉嘛是本来种一个手的人，拢安尼钉甲乌烧米嘛伊拢甲遐拔起来，互原来的砖拢甲伊整理的，足水！我讲哇，够水的！看了真介意，对无？有水无？伊的电工，伊即个数位钢琴牧师甲伊处理的啦。伊去买2手货来这装的迄个讲歹势，这数位钢琴这阮袂晓，我敢若会当甲你斗起来即个电子的物件阮袂晓，所以过去伊敢若会当弹尔，家己弹安尼有发音出来。毋过我甲整理了CD 甲放了迄钢琴会家己走呢，会家己跳有无？因为伊伫因的交响乐团有录足济的 CD 过去伊拢无法度无 CD 的 play 通听，我甲整理了后甲修理整理了后，即摆拢会使，伊足欢喜的。我讲原来我来就是甲你修理钢琴的，你也知影我是调音师这是附加的啦是附加的。总是我要讲，伊今年的5月，对北京，伊本来有一段时间伫北京的迄个音乐学院做教授，伫迄搭遐的收入袂歹。伫5月了，伊就讲我已经一冬无过来所以伊就完全无爱搁做所以要离开。离开等于到伫英国的时阵，伊发现讲伊喘气真艰苦，就去互医生看。医生看了后，是甲讲你这是足罕见的疾病，叫做胸腺癌啦。咱知影叫做肺腺癌对无？伊是胸腺癌伊的胸腺就是安那，迄个癌甲伊的肺部规个拢包起来所以照电工的时阵，伊的肺部规个拢是白的。毋过伊的内面的肺其实是健康的，就是因为外口即个胸腺甲伊完全包起来，所以伊无法度喘气。医生讲这足危急的，后来因甲处理的人，因为因妈妈是检验师嘛那个因研究了讲，因若转来台湾治
100万起跳，吼、总是伊法国人，所以伊若等于法国猪是完全拢免钱，佮有营养品完全供给互伊，吼、毋过伊伫英国无朋友，要安怎？吼、最后因决定讲留伫迄搭遐来处理。你甲想哦，到9月中的时，阮知影即件代志。阮有算即逝去就要去到伊遐。我甲潘牧师，阮两个就是讲，安尼是要去英国无？要去小鱼遐无？吼，小鱼甲我讲，来啊来啊，我就是需要，因为我足无伴啊，牧师恁来陪阮规工啊，我嘛是足欢喜的。然后阮两个不约而同哦，甲潘牧师，阮伫祈祷内面，我甲主讲主啊，小鱼安尼，我去会当为着伊带来啥物？我会当为着伊带啥物？我若要带这物质的物件来讲，伊真济可能拢无法度食。我会当为着伊带啥物？圣经甲我讲，你会当带我的意志去啦。嘿，潘牧师嘛，家己嘛伫甲问圣经讲，圣经啊，我若第一眼甲小鱼见面的时阵，我第一句话要甲讲啥？圣经甲讲，你着甲小鱼讲，你会变好啊。嘿，所以10月23日，伊伫车站等阮，然后阮见面的时阵，潘牧师就甲揽的，就甲讲你会变好啊。嘿，伊就照圣神的感动，讲你会变好啊。迄是10月23哦，暗时啊，阮伫隔工10月24食早顿的时阵，伊有接到一通电话，这通电话是伊的医生，英国检验的医生敲电话。过去因为过去一个医生是英国人，所以迄个英国腔小鱼听较无。毋过今仔日敲来迄个是法国腔，因为因老母是法国人，所以法国话足够讲的，所以小鱼就听更较清楚。然后伊甲小鱼讲，甲你恭喜哦。伊讲安怎？伊讲你的即马即个肺腺癌啊的变化，就亲像伊用因的法国的一个比喻，就亲像暗暝变做日时安尼的变化。安尼听有吼？就亲像暗暝变做日时的变化。小鱼听了有够感动，紧甲潘牧师揽的，讲上帝真正医治我，上帝真正医治我。所以阮真感动，因为事实，咱兄弟姊妹真侪人知影伊的情形，拢迫切为着伊祈祷。我嘛甲小鱼讲，是啊，咱的教会，你成长大汉起来，教会永光教会就是你上界大的后盾。所以我真感谢主，上帝互伊会当安尼的经历。当然，伊继续伫做化疗，后礼拜要做第4摆。医生甲讲，你即摆的即个肺腺癌的即个积水完全拢无去啊！即摆就真清楚要安怎来处理，而且伊有表白所以伊治疗伊讲拢无安怎呢？拢感觉真轻松，甲伊平常的生活拢会当安尼来过。所以咱继续为着伊祈祷，我相信上帝完全的医治必然临到伫咱的查某囝的顶面。阿门。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新约的技术所以伫阮迄天的暗时，因为伊遮是伊的新厝牧师就带着入厝的一个礼拜甲伊的男朋友阮4个人就伫迄搭遐来吟诗来学乐即个十字架即个迄个即个礼物就是咱永光教会送互伊的伊有够欢喜的我就甲伊放伫伊的钢琴4个钢琴的顶面互伊出入的时阵拢会当看见。伊甲牧师讲，牧师，当我知影即个病情的时阵，我唯一会当做的一件代志，就是拄好上帝互我买即个4个钢琴拄运来，所以我会当逐日弹琴学了上帝祈祷。这就是伊的生活。伊讲伊孤单一个人无伴，总是圣神甲伊同在呢。阿门。
哦，这是真特别的。迄天我特别有一个感动，为着伊领受意象。我讲即间厝，毋是干那你徛起的厝尔，即间厝嘛要称作灵宫啦。吼，是敬拜的所在，是基督的殿。哇，伊真感动。伊讲牧师，我过去拄着安尼了后，我逐日就是安尼在做。我讲是，因为你着宣告，这是灵宫，这毋是干那你有看见的厝尔。啊，伊逐日就是安尼。阮甲伊 RPG， 甲伊甲伊的男朋友用用电话吼来做小组的聚会，吼因拢有安尼在做。所以我相信，咱的教会出来的，咱拢知影有这个信仰极大，来成做咱生活的帮助。所以诗人安尼甲讲，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助对哪里来？我的帮助是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伊无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的确无拄面。阿门。这就是咱所信的。所以伫今仔日感恩节，牧师将小鱼的故事、真实的故事，嘛，互咱知影。咱为着伊尊感恩，对无？是，这就是真个活的见证，就伫咱的心中来显明。好，要用2分钟的时间咯，拄好互大家一个课题，对无？今仔感恩节，毋是干那感恩奉献尔，爱讲感恩的事。你即摆找一个人哦，伫咱隔壁找一个人，你甲讲，我今年我上感恩的代志是啥物？1分钟来讲了哦，毋要讲乐长哦无啦，就讲这是件代志安尼就好。比如讲今年我的身躯安怎？上帝保守我恢复健康，我感谢伊。安尼就是一件代志，对无？今年我的厝人安怎？总是安怎？上帝保守安怎平安？所以我感谢主，今年我上欢喜的就是这件代志，安尼好无？好来哦，咱用1分钟哦，和大家讲一下，来，开始来，找一个人来讲。来，那找无人爱来找牧师哦。来，去甲隔壁找一个，那3个嘛不要紧，好无？搁边丢了，来。今年上届得到感恩的事，咱用嘴来讲，我相信这就是在见证上帝是真个我的上帝，也上帝甲你的同在，对你的嘴讲出就是事实，就是见证，就是娱乐，就是感恩哈，感谢主。咱要进入感恩节的奉献的时阵，咱这时阵先起立，咱来做伙吟这条诗歌，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听，上帝的教示。我来到你面前。心里感谢耶稣，你安尼在听我多多
独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里感谢耶稣，你安尼在听我都独属于你。主啊，我伫这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点，无一甲之分，唯当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祈祷，为你的困求，是你为感染我，献上我的所有，愿我的一生，正做你祈求，来完成你旨意。用感恩的心来唱来。我来到你面前，全心里感谢耶稣，你安尼在听我都独属于你。主啊，我伫这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赢，无一甲之分，唯当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祈祷。胜利旨意。这时阵，咱要来举行感恩节的奉献，请咱利用周报内面的感恩节奉献的地啊，咱会当将钱加放伫内面，然后咱要对中来起来到台前，将咱奉献的祭交伫奉献亲手，交伫奉献，互咱的上帝，互伊欢喜感纳。这时阵，咱对中入来了后，甲对上面边，等于到回，等于到咱的所在。这时阵，咱开始来奉献。阿门。搁生搁小的时阵，你的稳定交给阮用；当阮失去气力的时阵，你圣神提醒扶持阮，帮助阮，互阮搁深知，阮是归属你的，阮不是孤儿，阮是你手中的宝贝。多谢你一路一路的引带，多谢你，互阮伫今仔日会当用行动来表达阮对你的疼的回应。阮亲自摕着阮所甘心乐意的祭，献予你，愿你欢喜感纳，祝福伫阮所献的。多谢你，多谢你，哈利路亚。我来到你面前，全心里感谢耶稣。
诉，你安密地听我倒到上帝里，主啊，我伫这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我无够遐，保佑家己阮，为当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我真正哈利路亚，主啊，我伫这献上我所有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遐，保佑家己阮，为当献予你。我的心，哈利路亚！愿我的一生，正做你祈求，来完成你旨。主，愿来到你面前，将阮的金钱献予你，也将阮的心献予你，佮将阮的全人甲阮的家庭，拢要奉献予你。愿你欢喜感纳阮所献，愿你予阮分别做圣。在阮每一届就近你的时阵，听你的话语，听你圣神的声音的时阵，阮通明白，因为圣神伫后面要甲阮讲，这就是正路，予阮跟对你，永无失体。愿你的恩典恩待阮，伫逐样的顶面，成做美好的见证。所讲的拢有建设性，所想的拢是属天美妙的事。予阮将一切荣耀归予你，也予阮好的德行，成做上水有力的见证，通予人因为阮来敬拜你，倚靠你，对你得到救恩。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刷落来教会消息，咱要请潘牧师来报告。感谢主的恩典，今日看见侪兄弟姊妹倒转来到伫教会，久久无看见，今日嘛有看到吼。咱伫遮做伙敬拜是足水的一个画面，所以咱爱常常把握即个会当做伙敬拜上帝的机会，因为这是上帝让互咱永光教会的产业，阿门吗？啊，佮看见咱来到伫头前奉献。虽然身躯软弱，总是就是要行到伫上帝面前，把迄个对上帝的感恩亲手献予伊，迄是非常非常互人感动，嘛带来真水的见证。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家庭，虽然咱行动无方便，总是咱厝里人甲咱扶持，所以家庭就带出迄个美丽的见证。阿门，阿门。上帝祝福咱，继续咱来关心咱的教会的事工。
来，这是咱即礼拜咱的导读后礼拜咱就有圣餐吼咱即个的导读的主题是圣餐，咱做伙来念来。守圣餐是要咱甲基督联合，佮借着伊的身躯甲保血，得到养赐甲清醒，清醒，感谢主。透过圣餐，互咱得到养赐甲清醒。好，继续。今仔日是感恩节咱已经奉献过来就是会后，咱每一个人会当来送一份的咱的阳光的月历阳光的月历真水的阳光的月历，所以结束的时，咱会当来到伫后壁，来摕一份一号一份一个人一份可能伤济所以一号来摕一份，甲伊拍开，互大家看者礼真大，拢特别为着咱遮的第一场的兄弟姊妹设计所以字真大，佫会当有真水的风景这风景是台湾的拢是你去佚佗过台湾的风景拢真正水。上帝赏赐咱美丽的台湾，感谢主。好，多谢，哇，非常的水。过来，咱伫即个拜六有一个圣诞节的活动。这个圣诞节活动，毋是咱永光教会主办，是咱永光教会配合，这是中永和所有的教会的联合要伫4号公园迄个823纪念碑遐。时间是伫拜六下晡的2点开始所以请咱兄弟姊妹，咱若时间会使来斗捧场咱的囡仔要伫遐跳舞有表演牧师嘛要伫遐有一个短的讲道分享所以有算有1000人的遮的居民会到伫遐来参加，所以咱基督徒伫即个圣诞节是咱传福音的足好的机会所以搁头伫迄个时间的时阵，搁有花车伫遐游行咱拢知影新北市新北耶诞城对吧？真热烈即摆呢，咱中永和遮的教会嘛伫发起，咱中永和嘛有需要即款的圣诞的联合的嘉年华，互大家来认捌耶稣基督所以即个时间是拜六的下晡2点2点伫迄个823广场遐所以咱来伫遐可以当摸彩会当摸彩然后有伫遐有节目的演出咱教会有设一个摊位伫遐人爸母带囡仔来的时阵，会当伫遐耍游戏耍游戏的时阵，咱就伫遐要为着因来祈祷为着因来祈祷，所以要做一个真水的工嘛为着咱整个中永和的土地祈祷，互咱中永和会当来得到上帝的复兴互人来归伫主。好，过来。后礼拜是圣礼典所以已经有侪人报名要受洗礼若是未报名的你的心会当来着主主来甲你讲，会当把握这个时间来报名所以今仔日报名来截止报名才会洗礼，拜五一定爱来上咱的真理的课程无安尼戆就来说是咱拢会有真理的课程互伊了解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基督互伊当较信较认伊的信仰好，过来后礼拜咱有召开小会，佮另外就是今仔日咱的首长牧区，你若是做区长的还是做什么首长的，你爱甲明年度新的年度的所有这个计划交互咱的会华干事。好这所看到的这个相片看有你捌的无？有你捌的人无？这拢是咱的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因伫即个礼拜大家这新朋友礼拜到伫幸福小组。好，咱看到真侪小组因的准备因会真用心所以新的人就礼拜到伫咱的幸福小组，这拢是耶稣基督交代咱爱去爱传福音所以咱的教会就照安尼来，照主教是咱的大使命来执行，所以咱的教会就得到真侪上帝的恩典感谢主，上帝嘛祝福咱的这个幸福小组好，这就是咱顶礼拜咱的东港铁三角呢，因开始伫体验这个鹿角蕨操建造鹿角蕨，所以这是顶礼拜你看每一个人
拢摕一张鹿角蕨，迄是活的哦，迄毋是假的哦吼。所以咱伫12月，咱开始拢已经有报名，要做这个鹿角蕨，做鹿角蕨了，你就会当登去试吼。所以这同工因已经拢训练好，到时咱来参加的时阵，因拢会请做咱的助教来甲咱帮衬。这鹿角蕨做起来非常的水，有做的举手来伫遮，同工你有做的？这个鹿角蕨恁做起来有喜欢无？有无？大声讲！恁摕倒去厝有吊起来吗？有水无？死去啊未？未吼，迄当活足久的哦吼，5年6年厝里有一个哇，佫是圣诞节的礼物，这就是咱圣诞节礼物。所以你会当，若是佫有一寡张厝佫有人数，佫会当报名，紧邀请你的人去厝里的人，你的亲戚、你厝边邀请伊来，这是一个足好传福音的机会吼。好，过来。有一个新的消息来甲咱报，就是咱的教会铁三角，咱的中级是讲遮的每一礼拜拢有在服侍遮的首长咱伫每年有核心同工的灵修会，咱已经差不多有5档无办吼，所以咱即届要办咱的核心同工，毋是逐个人拢会当报名吼，是铁三角长职个首长舞团乐团这些，因为有真侪同工咱这核心同工爱有真侪的新年度的代志要来分享，要来计划，所以咱就办这个同工的灵修会，地点是伫埔里有2暝1工，毋是2工1暝伫埔里所以咱的遮的同工会当有报名资格，会当紧来报名，因为迄边饭店的房间即马足歹订的，所以咱爱紧来订咱会透过迄个 Google 表单来订，你要含什么人困你会当写，翁仔某会当困，查甫的含查甫的，查某的含查某的你会当登记，你要甲你的组员成人成人交2000块，然后在学的，因为还搁咧读册无趁钱的，交1000块教会补助较大部分啦所以咱会当踊跃来参加2工1暝交2000块，交1000块拢是真俗的计数，因为教会有补助咱较侪的金额来鼓励咱遮的同工好，把握这个时间好，过来然后12月15是咱的亲子礼拜咱的亲子儿童牧区因要有圣诞的party因即届因讲要做餐盒啦所以会当邀请恁厝里的人有孙仔的有新妇囝儿的，带因来参加，这是咱的责任。咱袂当教主日学，咱袂当教囡仔对无？但是你会当邀请，就是咱伫服侍的责任。阿门，阿门。好，再来。咱伫圣诞节咱的圣诞节是12月22，永光教的圣诞节是12月22。咱的主题是光和爱，圣诞飞起来真充满喜乐。这有一个整个系列的圣诞节活动所以咱会当用这张卡来邀请咱的朋友伊的背面是一个咱的圣诞节圣诞卡，你会当写圣诞的祝福来祝福你的邀请的人好另外后礼拜下礼拜6咱召开所有的事工同工的事工的协调会，所以咱遮的同工伫下午9点半爱出席迄是伫下礼拜6好，过来好咱要爱订迄个 QT 的灵修本咱即摆就开始来登记，咱继续互咱每一工拢领受上帝的话命的美牛来成做咱的快乐好，过来咱继续为着咱的红安长老娘搁另外一位咱的松年的一个老姊妹阿秀姐搁另外家亲姐妹福缘真紧咱继续为着遮的同工兄弟姊妹来祈祷。好，过来好，咱真欢迎今仔日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就是张荣健弟兄荣健兄真欢迎你是看到网络来请起立来，请起立，咱欢迎咱的张荣健弟兄一次的欢迎，阿们
所以真欢喜以前感觉到伫教会慢吼，我相信上帝带领你，嘛祝福你哈。来，咱的同工吼，来带咱的荣建兄，咱的教会要来送你一个礼物，好来 ，OK， 好。咱其他的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要用这首诗歌大大来祝福。来，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大梦大灵灵大福气。再回来哦，上帝祝福你，将你的手对好讲，上帝祝福你，充满你欢乐拢不去，处处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你的灵更强。上帝更福伊，充满你欢乐拢不去，处处大福气。你若充满你欢乐拢不去，处处大福气。咱犹原徛地，请牧师来为着咱祝祷。但愿上帝伊的目睭看顾你，伊的圣手扶持恁，也互恁伫生活有圣神的引带甲感动，行伫光明、喜乐、充满能力的日子中间，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后礼拜个见面，大家请坐，请坐。